咱回头来看，2003年的 SARS 重伤台湾，当时和平病院来防疫，台大病院收 SARS 的病患，短短2个月就收200多个。结果台大病院某医护人员去挖到 SARS， 医疗体系用马崩盘。当时台北的三总甲马偕病院拢伸出着援手，大家帮台大病院、帮台湾挺过迄场的考验。如今桃园病院爆发着院内的感染。这个马偕病院经历过生死交关的急诊室的郑主任张国祥呼吁大家爱甲医护人员鼓舞，讲大家敌人是病毒，毋是病人，更加毋是医护人员。大家加一点仔温暖，加一点仔警觉，一定会当度过这届的考验。甘约过记哩18年前的 SARS， 听到人家做医护人员的，拢惊到要死。以前我妈妈曾经，你好久没回家了啊！不要，那你不要回家好了。那你哈，有空打个电话回来。啊，那不要太常打，因为打电话有时候会很难打，就是有点哦，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希望我会被我看到，希望不要说是死掉了还不知道。当时和平病院封院，台大病院2个月收200多个 SARS 患者，院内开始烧话，真正挡袂掉我。李上近的马偕病院听到台大病院需要帮忙，无丢毒，甲责任打起来。因为我们是在台大隔壁嘛，那大哥倒了，二哥怎样？真的逃吗？不是吧？真的二哥要撑起来了，我就跟大家讲说，没关系，我们撑起来。迄个阵，若要去马偕看病的人，大家拢惊到爱情服满才敢要去。时间过18年啊，张国祥看到即马桃园病院内底烧话，就想到过去 SARS 封院的代志，愈想愈唔甘。我们的敌人是病毒，并不是病人，也不是这些医生嘛，所以这个要搞对方向。面对即摆病毒，咱人爱较冷静咧，对医护人员将心比心，对人较好咧。相信大家支持陪伴，疫情真紧地收煞。